上礼拜六，来自全台湾19张反土地征收自救会的成员，在总统府头前的开泰吉兰大道，立白喜宴完成书，当毛的屋。大喊抗议口号，表态对政府土地征收政策的不满，还针对台湾农业、粮食、水资源、国土规划也等提出延续未来最重要的实战问题，要求政府重视土地正义。也把发通按到重返开拓，可能还记得去年7月17日。农民团体也是在开泰吉兰大道协议表态抗议，经过1年，因为农又爱行上街路呢。郑月明、齐伟文嘅整理报道。今生梦寐有他加如蛇，抗战失败是梦如何提？免去头摆阿爸讲爱，甘去唱一当车，甘就路卡西。7月16日，3000人嘅竹田抗议票日，特定抗议布条嘅农民，独定期喺总统府面前拍马古上嘅横点，要求政府做到先前嘅应承。大埔相思寮，我们的行政院不断的从去年就说圆满解决，到今天，我仍然必须说还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一日不动的话，腐烂的开发、腐烂的征收从来不会停止。去年6月，苗栗县政府为了征收田地，当初才利用怪术，参在太埔农民在好过的活way，当时引起社会各界批评，加千给来自各地的民众喺总统府面前壮压，抗议政府出卖的行为。全地恶法立即停止。电台嘅民意压力下，当时行政院长不得不出面调解，还佢答应一本太埔向史料一條唔肯被征收嘅居民，做啲延續原地保留，農地做啲用地換地繼續工作，同時檢討修訂也係土地征收條例。計劃透過都市計劃個案變更的程序，在該區區段徵收範圍內，檢討保留一塊適當的這個區位，還有適當的面積，這些土地劃設為農業區，以供該特定區內有意願的農民來繼續做農業耕作的使用。不過嗰個1月，太埔上史料係由居民的屋嘅，無辦法原地保留。土地征收條例修正草案一下忙送到立法院審查。注定716農民再重新轉到開拓抗議嘅時節，行政院為了安撫農民，注定是7年農民來學者代表來討論。不過代表行出行政院過後，實看了無以歡喜。我們會再仔細去考慮，看看能不能走出另外一條路啊。現在因為整個徵收計劃還在進行當中，那還沒有最後決定，因為它只是似乎在公益路上面，還不會去拆他們的。毫無誠意，是虛晃一招而已，沒有誠意。為什麼？農民的心聲他沒有聽進去。農民團體當不滿力講，規則會談大部分時間將針對計劃，最核心也最造成各地徵收爭議嘅土徵條例嘅修法實唔充實。不過內政部研究所講，修正草案今年第6月中送到行政院來審議。土地徵收條例這一部分其實也已經修好了，那送到行政院，那需要一點點時間，行政院由政委來主持，那能夠討論來送立法院。就農民團體嘅統計，除咗太埔上史料以外，也係數地還有竹地竹東一條6000人公頃嘅田丘，再被徵收開發。故說土地徵收條例因為唔改，爭議就唔會停。我們現在在談一些個案嘛，哈，那個案的處理，我們是盡量來尊重。那剛才談到，不管是埔域，那不管是屏東、竹東的這2重埔，因為法定程序都還早，它還沒有走完，哈，所以這方面是不會有這個問題。只要是有炒作可以獲得超額利潤的土地，那個資本它就會去鑽，因為如果這個體制不改，
我们不可能一个个案一个个案解决。那体制改其实是标榜了我们对什么才是正义的，什么才是这个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的一个坚持。面对政府修法暗慢，农民团体即起在去年11月就提出了民间版的修法草案，送到行政院。同时，在今年5、6月2摆送到立法院常事委员会，张作的呼吁，沙卡卡到政府部门希望提出相关的草案，本立法院表里的唔成议。我们要求3个月内一定要送来。所以从现在开始是8、9、10一定还来得及，在下会期送到本院来审理。因为从来没有肯定农民、农业、农村，所以它的重点放在发展开发，所以对发展跟开发来讲，土地征收仍然是一个好用的工具，所以它一定要继续保留它。另外嘅批评下，对政府唔建树，一啲农民、一啲開拓種嘅抗議前，太動作嘅頂廣告，同時答應啲土政條例完成修法前，所有嘅開發案會兼顧到經濟發展同國土規劃、糧食安全、環境生態也掉，行靠活走以下嘅共同之途都接受民意。所謂的公益性跟必要性這一部分，雖然還沒有入法，但是我們內政部的土地徵收委員會現在的做法對個案是不是需要它合乎這個所謂的公益性這一部分，也是會找我們農民朋友還相關的這些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來表示意見。徵收機關自己來舉辦公聽會，那這個會公平嗎？也就是我要徵收你的地，那公聽會呢是由我來舉辦，所以呢，這就是球員兼裁判。球員兼裁判，那這是一個權力不對等的一個狀況之下的一個設計。第內政府頒布的土政條例修訂度，現時還維持的也係由開發單位舉辦公聽會嘅制度，故所當初都爭議。學者認為，將要透過第三公正單位來舉辦行政會，土地徵收係沒有公益性，掌握越講越清楚。不過民間最關心的行政常識，政府部門三無接受，強強調下一擺土政條例會要求用地人提出公益性的評估。而且我們也規定說，這個使用土地人在申請徵收以前，而且一定必須要就他的這個事業的公益性跟必要性，一定要先把它評估。我們的修正版本裡面有聽證會的設計，那麼聽證會是依照行政程序法去召開的一個就是在那個公正的判斷之下進行的一個辯論會。那麼雙方被徵收方跟行政機關可以就這個東西的公益性跟徵收價格等等所有事項來進行辯論。那麼得出一個共識之後，那麼徵收就可以開啟。聽證會這樣的概念政府首長一口就把它回絕，因為這會增加很多行政的成本，會給他們增加很多的負擔。不能夠因為追求效率，我們把社會的公益把它犧牲，把基本的人權把它犧牲，這樣就不對的了。創作的證書足847公頃良田，一般按照膨育計劃，就算去年農民啲開拓莊稼抗議，社會壓力一大，按你今年4月還係加價嘅進行，此叫俾農民主角公聽會就係做樣嘅。你4月20可以公聽會，4月20可以都市計劃委員會通過呢一案啦，結果佢公聽會開了以後，2禮拜幾時呢一案都通過，咁表示係乜㗎？佢總是決定好嘅東西嘅，和4月20是走不了癢嘅年，表示講佢要啦，你也反對上院，那就充分的溝通。已經表態嘅，過來咧，對自家科技落實嘅土地，唔知乜嘅時節好點嘅會唔見貼，小片啲嘅點，故所就算不可以啲嘅牽彎，只要有抗爭，也得老農民都行下前程一座抗議土地，韓國天橋屋嘅必證書嘅。再到總統府、縣政府面頭前，搭毛嘅屋來吃。像很多都有得了那個什麼憂鬱症啊，有的都會有這種現象啊，晚上睡不好啊。那為什麼還可以堅持下去？那就是為了下一代啊，為了那個自己的子孫啊。這樣我搶你的土地，你不會生氣嗎？真的啊，
让我们没地方住的话，我真的我会杀掉他，我们，对不对？我不是说我一个人没得住，我是全家人没得住，我东西没得地方摆，我要吃也没得吃。我来留来汉拜，我自治时阵啊，脚头迄退休啊，脚头徛出来啊，又好改又好种啊，又好食啦，嘿啦，又好食啦。不过，唔係所有嘅居民都反對整數，支持老反對民眾，行下本都講清楚。再講一次。將喺青年實施支持老反對碰玉計劃嘅居民，做啲路後嚴格，廉清嘅農出，認同人也辛苦唔得咧。上鄉置業政策安排下，鄉村嘅產業長期唔好，一般一到年陰別，水塘確學延期，也喺農地變遷地做起承擔，地方做得發展。不過講白來，所以透過土地嘅買賣來賺差價，做得變做不差差嘅。上一千、價千、5000人元，一下漲到56000。56000人元，漲10倍。將建朝嘅將近30年嘅活動呢重複，可延期啲天期計劃。農地嘅買賣廣告難度係農地嘅價值一片同亞到5萬元以上，呢度一下可以來放棄嘅田橋。做啲10年前做穩頭價嘅。寄賣咧意思，寄賣鋼田，寄賣咧就是農地變遷地。你說等本咧？嘿，這棟棟，真可能要放棄來上了棟棟用破派，雜亂無章嘅，全部跟投資客賣車。還是農地的話，你就要拿鋤頭下田去種東西，這個價值是永續的啊！鈔票沒有永續啊，因為我們不是企業家，我們種田人，我們只有鋤頭。田地才是永續的。學者就講，一樣透過政府證書進行土地炒作嘅購地方式，但是發生啲第三世界國家，亦係先進嘅國家亦少發生。按多年來，台灣政府強制證書田地嘅爭議，亦引起全球8個國家農民團體跨國嘅關心。The Taiwanese farmland struggle case has caus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criticism. It's because the farmland struggle is not only happening in Taiwan, but also around the world. And this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stop this land grabbing. This could be make an impact for the people which have too much incomes. So to keep this so beautiful experience of small farmers here in Taiwan. 越是先进国家，它法律保障比较足够的，它越禁止这种行为。比如说德国已经很久没有圈地、没有土地征收这样的事情了，可是像中国大陆就常常在发生。除咗土地准商品以外，網上農村就冇發展的可能係。當糧食的刺激力變做台灣國安議題嘅時節，可以繼續破壞農業生產環境係。自2008年土地爭議運動以來，除咗國際關係，有越來越多後生嘅學生嘅開始思考，開始參加。對於土地徵收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就是覺得很不合理。對，他就把我們良田徵收掉，那我們再也就是都沒有食物可以吃，沒東西好食。然後我們就覺得，這個時候我們應該站出來，就是不只是幫農民發聲，也是為我們自己的未來發聲。我們除了正妹之外，我們要先關注糧食的問題。所謂正妹誠可貴，糧食價更高，所以一期又一期，由後生自覺義務來做，點樣如放鬆嘅廣告 CF， 一邊又一邊講定後生人對土地嘅想法，後生人嘅創意，一撥一能不清楚嘅土地議題，變做雙面嘅人嘅話題。我覺得網絡對我們來說是生命的一部分，對年輕人來說，我們就是依着這樣的情勢，就是在網絡上不斷的發送這些訊息，也許他就會開始注意到，哎，好像有一件這件事情，很多人在 follow， 他也想看看這樣子。哦，是不是？我最先就是5分地才賣到4萬2600啦，5分地賣到4萬2600，嘿，就很少，就不好，就早。從苗路開始，
世界上一道学生嘅离开嘅虚拟嘅世界，实际投入农村，开始以学用嚟了解农村农业，更加进一步嘅参加全台奖金实习，连得一整年的农村基础调查。然后原来我的家苗栗也是那么漂亮，然后其实这些东西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在我求学的阶段是没有去关心它，没有去注意它，所以发现大南埔之后，然后才想要就是再更了解自己的家究竟长什么样。非常多的农民过去因为是在台湾这种发展主义现代意识之下，他觉得做农好像真的很辛苦，可他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好像做农好像在这个社会一般好像不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行业。可是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来学习，会形成一个双向的刺激，他会去思考说，为什么年轻人也正视这一块？后生人的家业也唔到底嘅改變嘅農村，倡議從普反政府刺激非農民。唔但將開始用對環境更加好嘅有機種化，更加重新整理生產環境，同一年頭貼長嘅潛水竹，變做生態教學嘅共同空間。我们现在做了涌泉的这个博坎这个水沟以后呢，我们增加生态教学。这就是公共财，大家学生学校的都可以来感受这样的环境，农村的生活，而不是都要把它变为钞票。經過星期八揭露抗議，張建時呢得到內政部企業非大專業後龍科技園區計劃嘅環保農民，按當年來行喺長春總統節，希望用有機嘅方式來好好對待一個土地。為了這個土地，為了要保留啦，阮大家攏真拍拼，但是外口也做一人講到學學生啊、教授啦、環保人士啦，還一寡無名英雄，還台灣植物聯盟。他們讓我們這人學到一樣東西，就是土地要好好保留，而且我們要做健康的東西出來。土地对农民不是财产，是生存的根本。但是这生存的根本，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护它？你一直用化肥，一直用杀草剂，是维护吗？这些议题过去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可能比较少讨论这些公共事务，所以他没有接触。可是，一旦开始启动，这些思维会影响他的行为，然后就做出改变。ทั้งในการต้องอยู่精神的各位要夠創氣，唔過實施到團圓一輩，喺總統府面前表達想法過後，來自各地嘅農民天無暗夜碰撞撞合，似乎的是家的技巧甜，佢哋勇敢，但又無奈何，唔知普通人係咪好執過來。